环保署公告，对2025年开始特别限制用一届着片的乳塑用品，业者也袂当主动提供。台南市拍算对2026年开始要全面禁止。行入房间内底物件拢总有，因为民众敢若带衫裤地使来带，毋过未来去带饭店、民宿，恐惊袂阁看到会当用一排用品。环保署日前公告，2025年开始，饭店、民宿业者袂使阁放一届用品互人客用，但是人客私底下甲业者讨也成买，就无规范。即马台南计划伫咧2026年，被要求业者无论是消费者敢是要用买，完全拢袂使提供。一些备品其实不是很困难，而且体积又很小，而且自己家里应该都有，所以我觉得不会造成民众太大的困扰。大家拢应该很愿意去配合啦，用伫国外一寡经验带入我这间民宿所以阮即马是剩迄个一次性牙刷。台南的饭店、民宿加起来有820间，是6都内底上济。市府为了环保设想，yen呢自治条例比中央的规定更较严格。其实现此时嘛已经有业者开始换大罐量的物件，互人客用。那我们现在虽然还有提供，但我们也会配合政府在2025年的时候，禁止使用的情况之下，我们会全面来配合。预计在115年起，不主动的来提供我们这些一次性的一个备品，透过我们相关的一个管道来通知我们的旅宿业知悉。现代人真注重环保，饭店业者讲，其实真侪民众拢有家己炸物件的惯势，新的政策要实施，也是惊有部分业者甲民众未适应。管理局表示，9月会开宣导会议，参业者做伙来参详。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。